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节到第8节，22节到23节。以赛亚书第1章第2节到第9节，21节到第23节。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财宝。伫武汉肺炎疫情了后，全世界的经济会通讲是陷落伫即个经济的恐慌的时期。有的工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人员欠缺。咱来看见中国政府即个清零的政策，互这工厂暂时就爱关起来。即个油钱的起价，互交通运输的费用来起较真悬，物价成本升悬，影响着物价的波动。伫后疫情的时代，美国开始带头将即个利息来调悬，造成即咱咧讲的物件拢起价、通膨的即个压力。物价真正起较真悬，影响着民生的物资。过去台湾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因为防疫工作做了非常的好，工厂、百业幼儿园会当维持基本的运作，也带动着咱的产业甚至股市的高升。有侪人伫即段时间又开始转往投资伫股市内底。当然也袂少人趁着钱，但是呢，亲像有个人所讲的，钱毋是万能，但是无钱万万不能。虽然是安尼讲，财富对人来讲是非常重要，但是对基督的信仰，咱要安怎来看？用什款的角度来看财富的重要性？伫圣经中间，耶稣基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，叫因去传福音，但是伊叫因毋好带任何的物资。这并毋是咧讲因无需要。过去捌有人伫即个大卖场看。拄着即个牧师，就问牧师讲：“哎哟，牧师佫爱来超市买物件哦。牧师佫爱食物件哦。”当然，即种讲法，若毋是滚酸笑，就表示伊真无理解。财富甲信心其实有直接的关系。耶稣基督差遣门徒，也是用伫即个信心甲信任的基础顶悬。以色列人对上帝无忠心，因会通讲是无信任上帝，因为因看袂到，或者是讲因伤过势力，因安尼所看的，甲上帝咧看的无共款。因只有看到眼前的近利。以赛亚书安尼讲，这个城原来是真忠实的，现在竟然甲基路共款。过去的居民拢是公平正直的人，但是即马却只有凶手。耶路撒冷你一度亲像纯银，但是现在却一点都无价值。你过去亲像美酒，即马却诚做正无味的水。
恁的官长是叛徒，甲贼做伙，逐个拢贪图不义之财，接受报劳，从来无咧保障孤儿，也无咧替寡妇伸冤。因所看重的，毋是迄个呼调甲责任，因甚至看袂起孤儿寡妇。不但无提供保障，佮加是接受着暴露意图即个不义之财，互迄个孤儿甲寡妇遭受着伤害。以色列人的罪是因为因违背上帝，佮加是因为因暴露来即个趁不义之财，嘛是因为因对婚姻的无忠心，嘛是因为因伤过贪爱之财。耶稣基督安尼教示讲，毋通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地面上，因为有虫伫加，也会生霰，佮有贼会破门入来偷摕。来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天顶，迄个所在无有虫咧住，也袂生霰，嘛无贼会入来偷摕。耶稣讲：你的财宝伫倒落，你的心嘛伫遐。财宝伫遐，心嘛伫遐。咱讲心内目睭所看见的，心就转往所看见的美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咧讲的。伊去讲目睭好若亲像身体的灯，如果你的目睭好，全身躯就光明；如果你的目睭歹，全身躯就黑暗。相反，你的内面的光变成做黑暗。迄个黑暗要是安怎样通行？咱的眼目若无看上帝，就会落伫迄个黑暗的中间。才因为安尼，就会看毋到人生的目标。若是看袂清楚的时阵，就会分袂清楚，什么人是应该爱受着敬拜。嘛，因为安尼。会去敬拜着错误的偶像，亲像以色列人共款。耶稣基督提醒咱，无有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。伊若毋是厌恶即个，介意迄个，就是看重即个，看轻迄个。恁毋通无可能同时阵做上帝的仆人，又搁做钱财的奴隶。财宝是上帝所赏赐的，基督徒应该为着所得到的恩典来献上感谢。主耶稣基督教示咱的祈祷中间提到讲，赏赐阮逐日会用食的，就爱帮助咱来注目看耶稣，看上帝的恩典，就爱会晓来感恩。爱知影通好惜福，莫敢若只有咧追求家己的利益，只有看重地面上的财宝。因为主耶稣基督甲咱讲，着爱积聚财宝伫天顶，爱看重服侍上帝，毋通敢若看着眼目所看会到的钱财。为着成做钱财甲利益的即个奴隶。诗篇50篇第1节到第8节，
22到23节。上主全能的上帝对东到西出声，呼召全地。对水无比的色暗，上帝发出光。咱的上帝来临一定袂静静，有炎火伫伊面前得倒，有暴风伫伊四围得扫。为着要审判伊的子民，伊调天甲地来作证。伊讲，着调集我剩的子民来我遮，就是用祭司甲我立约的人。天要显明伊的公义，因为上帝本身是审判者。我的子民啊，着听，我要讲以色列啦。我要控告你，我是上帝，你的上帝。我无因为你的祭司责备你，你的小贩侪时常伫我的面前。恁遮的袂记得上帝的人啊，着想即个事，才免得我将恁拆碎，无人通救恁。所有用感谢献祭的人，是得尊重我；行正路的人，我要互伊得到上帝的拯救。感谢上帝赐阮日用的需要，帮助阮将性命来放伫上帝所赏赐的恩福，互阮会通知，着爱追求敬拜上帝，服侍上帝。疼人将财宝积聚伫天顶，求主帮助阮，甲你建立亲密合宜的关系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